继续来看的是有一间专门咧做物流运输的货运公司合作景山，真无平安。昨早起，伫个国道6号雾峰的路段，因公司一个驶货车的司机共弄死人。结果昨暝伫个高速公路斗南的路段，共一间公司另外一个货运司机，可能是无注意到车头前的状况，再来发生着连环车祸，害5台车来追撞。 有5个人受伤，这个车顶所载的扣来管嘛是散甲规涂骹，造成着大塞车。伫个国道有5台车拢做伙，有人掉伫咧车内，别个民众嘛赶紧较尽伤者情形。 救护车赶来到车祸现场，引起事故是一台景山货运的大拖车，司机去夹伫咧驾驶座。车辆破坏，人员准备脱困，消防队员甲25岁司机救出来，送病院无啥大代志。那车祸发生伫咧昨暝8点外，国道1号分林斗南路南的路段，景山货运载满扣来管敢若无伫咧注意头前路，失控弄到头前的大拖车，搁互另外3台车拢总5台拢做伙。 事故造成5人受伤，各车均无饮酒情形。引起车祸事故的景山货运，昨透早9点外，才伫咧国道6号雾峰古井路段，因为一个查某驾驶轿车定去停伫咧高速道造化线顶，人徛伫咧车边景山的货车司机失控撞落去，互查某驾驶重伤过身。想到同一天暗时另外一个景山的大拖车司机，搁伫咧分林出代志，互5台车相撞，5个人受伤。这司机今日赛车赛受过忝。我们几乎都照劳基法在走，没有超时这样，因为我们都劳动部他们都有辅导我们，我们也有加强安全教育训练车辆的设备。景山货运接连所发生交通事故，桃园市府冇采发的记录。该集团公司诚实驾驶有超时工作的情况，针对本案，本局将尽速派员实施劳动检查。 桃园市府提醒，事业单位若是违反劳工出勤的规定，都该罚2万到100万的罚款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